我分析纳粹时期德国唱的歌，哇呀，跟我们现在唱的红歌都很相似，高举我们的旗帜，鲜血染红的旗帜啊，这个如何元首跟着元首前进，都是这类的歌曲。我分析这种东西其实是有点某种相似性，我自己觉得，某种时候你可以发现，有这么某种纳粹化倾向。纳粹绝对他的兴起不是说一开始做的事都是让人民很反感的。不，他让人民很喜欢。比方说，把社会中间那些小混混都给人该抓就抓，该判就判，根本不讲什么程序。哎呦，老百姓高兴，你看这个地痞流氓，应该把他们抓起来，砍砍杀杀的，整天啊，这帮人抓起来特别好。因为意大利的黑手党几百年，意大利政府没办法，墨索里尼一上台，解决了，三拳两脚，铜拳铁掌，那真是最后意大利人民一片欢呼啊！真的是这么强硬的领导人多好啊！最后发现，慢慢的这个铁拳头打向所有的对他提出质疑的任何人，逐渐的开始就法西斯化，就是纳粹化，这是我觉得这是特别的让人忧虑的一件事情。